经典的艺术家、经典的作品、经典的电视呈现，让我们一起共享经典。我是小陈。回眸经典，品味戏剧之美，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七彩戏剧频道，为你特别呈上的经典回眸节目。我是小军。哎，小军，我想问你哈，就是说，你喜欢越剧吗？喜欢这个好像还真谈不上哎。哦，这我问错了，其实不应该问喜欢，就是你知道越剧吧？这当然知道啊，知道。因为我外婆她特别喜欢这个越剧，她应该算是一个比较铁杆的越剧迷了。哦，我们那个年代越剧其实就像现代的流行歌曲一样，非常非常的盛行。哦，那也就是说，我外婆放到现在就是一个铁杆粉丝。哎，对，我也是铁杆粉丝啊，你也是？哎，对，那个时候，小时候吧，记得看完越剧回来，我会拿家里的床单披在身上，然后自己跟自己演戏说，娘子关人。哇，自己还要滚身是吧？对。哎，这就是在模仿水袖。哎，对的。看来没想到越剧有这么大的魅力啊！是的，当年真的是很风行的。但是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好好的去品味过、去欣赏过，所以我目前还没有感受到那种魅力。今天我们就带你和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回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那个时候啊，我们上海电视台和沪西工人文化宫联合举办了一个著名越剧演员和戏迷联欢演唱会。哦，放到现在这就是一一个明星粉丝见面会啊！哎，对。哎，那个时候主持人该不会也是您吧？是我。那个时候那个年代我是主持人，很火啊！那就是说您当时是主持人和戏迷的双重身份在台上，也可以这么说吧，因为当时的场面真的是蛮热闹的。废话少说了，我先带你去看看，就是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老师的2个精彩片段。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神迹，此地一见诚心满意的是家境总算是东园桃子的园里，竟在异乡彼此飞。是谁的去的林妹妹，心是灯花并彩开，往日贫穷一笔勾，今儿落是无言泪。从今与呀，与你情在早起在花灯，寒夜挑灯把米炊，天香盈盈灌输我暮云岁月大长灯，从此与小女脚印满身泪，直到转身奔波开，这真是宁我谁可终于中啊！一个郎织女亲亲夫人徐然同志，你看大家掌声那么热烈，再给大家唱一段吧。那么，请孟丽英一起来唱一个《问自传》好吗？好的。那个徐玉兰同志邀请孟丽英同志一块来唱一段《问子间》。
人儿不是他。李妹妹，我背身平了，背身平了，解决身体四大痛，一边插嘴巴众生苦，天吹高雨翁，身吹亏难谁不？你是扶摇把牛张立业啊，夫妻能一股情侣谁都不。从今你长恨功名在地下，愿中去该永不放。趁机难贼连理子，不是我虚伪，我真的觉得好听，是好听，真的，他的那种非常高亢、奔放的那种嗓音，不是所有的流行歌手他能做到的。对，而且他有那种非常粗犷的一面，又有悲壮的情感在里面。对，非常有激情，就是这就是那个徐派的特色。那徐派，对的，那有很多流派。其实粤剧有很多流派，也有很多组合，就是那个徐玉兰跟王文娟，那个傅全香跟范瑞娟，然后还有那个戚雅轩跟毕春芳，还有著名粤剧演员那个尹桂芳跟那个袁雪芬。哎，那么多的名字当中啊，有一个名字我非常熟悉，王文娟。哦，为什么？哎，因为我有一个姐姐就叫王文娟，因为我外婆是一个戏迷嘛，所以我有个表姐叫王文娟。我从小就知道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粤剧演员，他就叫王文娟。对，那你知道一个，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流派。虽然说我知道这个，但是我没听过。所以这次的联欢会上，王文娟为大家带到怎样的表演呢？在这个联欢会上，王文娟不仅自己演唱了一个唱段，而且还跟戏迷一起，演唱了一个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哦，这个我也知道，你也会唱？哎，我也会唱。哟，没想到那个时候就有明星、粉丝亲密互动了。对的，哎，很有意思啊。收到很多观众的来信，要求王文娟同志给大家演唱《惠梅》当中的精彩片段。王文娟同志再给大家唱一段助助兴。
为妹我无限欢颜喜在心。哎呦，没想到王派还蛮嗲哦！哎，就是啊，就是王派的特色呢。其实啊，越剧的流派啊，跟那个他扮演的那个角色其实是有相辅相成的。哦，比如说那个王文娟扮演的就是林黛玉嘛，林黛玉比较委婉啊，比较温柔啊，也是比较含蓄的，所以她的唱腔就带有这种成分。上海话有点叫嗲妹妹。哎，对对，有那种感觉啊。然后除了这个刚才说到的王派、徐派，哎，还有什么？还有越剧流派很多了，还有范派、傅派等等等等。范派是？对对对，接下来我就给你听听范派吧。范派就是范瑞娟。范瑞娟其实她的唱腔也是小生，跟徐玉兰一样是小生，但是她的风格跟徐玉兰不一样，她就是咬字非常的坚实，然后表演上呢也朴实无华，有点憨厚老实的感觉。对的，比如说那个梁山伯祝英台里的18相送，就是祝英台一路上都在提醒他，其实怎么的，给他不停的示意，换领子。但是呢，一就是不接领子，不接领子。所以就说。所以祝英台叫她呆头鹅。呆头鹅。她这个唱腔跟那个角色非常非常的配合。这次的这个联欢会上面，这个范老师他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不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啊？好像不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那到底是什么呢？看了就知道。
轻的为什么流落乞讨？袅袅天我高哟，虎呀猴子连理，狡猾的也有些。就为我弄到这个地步，人间用完了宝儿砸了那马儿被当了，内心被没了，将我拐财门自落得穷途潦倒，我的妻不知哪里去了，我若男人不得已了，因此上当上一个莲花落，莲个莲花落这个真的是每个流派都好听啊，我很难取舍哎。那小香老师，您个人来说比较喜欢哪一个流派啊？就像你说的一样，就是说流派各有特色，然后你就不能说，哎呦这个流派，怎么样，那个流派，就每个流派有自己的特色，然后符合自己所扮演的这种角色。所以说，你说徐玉兰，她一个宝玉哭灵，这是最著名的唱段，然后她徐玉兰就要说林妹妹我来死了这一句话，很多人哗哗眼泪就掉下来，更不要说那一段唱段唱完了，很多人就哭得稀里哗啦。有很多画面感就出现在你的眼前。对的。然后那个方瑞君他那《梁山伯与祝英台》里的那个梁山伯演了以后，让人就是觉得非常跟这个角色很贴，让人又疼又爱的这种感觉，就是也是那个。其实好听的流派还有很多，其实原派也非常好听。原派，对的。你要我说原派有什么特色，我真的一句两句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就是说，你原派这个你听了一遍，你想会觉得还想再听一遍，不够，然后还想再听，还想再听，然后听完了就觉得好像你可以有细细的回味，细细的去咀嚼它，就是这种感觉。哦，好了，他会陈老师这样吧，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我迫不及待，我想尝个鲜，我相信更多电视机前的观众也想跟着陈老师在一块儿再三回味一下了吧？对。观众们，戏曲表演艺术家袁雪芬同志今天也来参加我们的联欢演唱会了。今天袁雪芬同志为我们大家演唱《双列记》当中梁红玉夸赞丈夫韩世忠的一段唱，大家欢迎。相公啊，三季的当年今日初相逢，但见你不得配为丹呀用，相公为不去从军，却在深闺少侍奉，这何人彩礼下着海马转动，相公你说不
在梦，写起我他风也起不用，三上是为高权重，上是起为高士才高好，全从争取在当中，西京在青叶间远塞山冲，三牙酸指挥的大将为公，不许是花相公，为此配在这两中，有你相公苗子金元兄，这儿女儿中是身为言，谁英雄啊！接下来呢，我们请朱东韵同志为大家演唱。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朱东韵同志呢是越剧院60年代的后起之秀，老观众对他的声音都非常熟悉。他是正宗的原派，他的音色非常醇厚。下面就请欣赏他演唱一缕麻中的《洞房自叹》。思前想后想竹马，难道我真的与他配成双？今夜好比生死关，从此是清晨我破去马掌，我明知他是此年婚，可是那曲里叫十里无无法抗，连得我生身父亲都不肯决，他也夸他自己女儿去问账。啊娘啊娘啊，你临死还不肯对我讲，你也是为的此事心难放。我以为有情人总能成眷属，才知道天堂不就要谁苦扛。与君若离别一声叮咛，希望你了解我苦中心来望。
小生老师啊，这个原派啊，我觉得好听蛮好听的，但是刚才那个我好像都没什么听过，对，不熟啊。那你是不熟？哎，应该你熟的就是祥林嫂，你应该熟。祥林嫂我知道，我这个课文我都上过哎。哎，对，但是这个戏你恐怕也没听过。可能听到有一点点会。感觉似曾相识。对的，这个袁老师在《祥林嫂》里的表演真的是入木三分，非常非常的精彩，刻画的非常棒。对，哦，那这次的演唱会啊，叫什么？粤剧演员与戏迷联欢演唱会。对，我都以现代的概念赋予它名字了。对，我觉得这个真算是大牌云集，对不对？对的，几乎所有的粤剧名流都来了。那还有那个尹桂芳、吴小楼，像你这样的孩子，基本上都这些都没听过啊。我要装懂嘛也不像。对，赶紧补课。尹桂芳同志是粤剧10姐妹中的老大姐，今天呢，她也来参加我们的联欢会。下面呢，她将为我们大家演唱一段何文秀的精彩唱段。大姐。乡内朝上把父母教一分两房，三子亲家路中茶，分数才要树上放。第一我把香红灯天当鸟，第二我有见鱼儿破围香，第三我乡人蘑菇炖豆腐，第四我把菜香锅炒千张，第五我酱烧葡萄浓又浓，第六我酱油花椒在花上，打完一碗酒一杯，桌上筷子有一双，哎呀看起来果然为我做39年，官家的娘子请你。观众们，著名老生吴小楼同志是当年粤剧10姐妹当中最小的一个小妹妹，可是呢，她也是10姐妹当中长得最魁梧的。她因为身体不好呢，很少登台，可是今天特地来参加我们这个联欢会，为大家演唱《情探》中张行简为王奎做媒的一段“状元公不要太书呆”。元公。
张元公编下了凤凰台，那时间你功不成，名不具，不为你10年而长，把辛苦这难在张元公啊，你错过了机会要回呀！哇，那看来这一次的演唱会上面哈，叫演唱会，对不对？哎，真的有好多粤剧名家同台演出啊。对的。哎，那还有，就是应该说是用现在的话来说，盛况空前。对对对，一个拼盘的大型明星云集的演唱会。那还有哪些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到的呢？哎，对了，还有一个唱段就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九斤姑娘》，也是很好听的。哎，就是你九斤姑娘故事你知道吗？我知道，就是一个女孩，她生出来有9斤重，对，照现在的标准也算是一个大胖女儿了。哎，但虽然她很胖吧，但是就是说她非常聪明。大概这个唱段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一个爸爸经常受地主的欺负，地主又出很多难题给他爸，他爸没办法就回来跟女儿说，女儿就帮他一一解难题。就其中有一个难题就是我来问问你看，就是说那个地主说我给你1丈2尺布。让你做一样东西，白天能当衣服穿，晚上能当被子盖。1丈2尺布，大概是1丈2尺，我大概记得是这个意思。这个没概念，我不是裁缝。哎，就是那个爸就很发愁，那个女儿说，你就给他做一条长衫，就是以前人穿长衫。说相声的。哎，对对，白天你就可以当衣服穿，晚上把长衫解开来就是一条被子，是这样做。然后就把还有这个难题之一了，还有其他很多难题，他一一解答了，就是这个人非常聪明。九斤姑娘是个智慧型的女性。对的，而且这个唱段呢有一个好，就是说它非常的原生态，让人觉得很幽默、很风趣。哎，就是现场反应应该不错，哎，大家很开心，就是对对对。就是这个样子的。哎，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很多很多名家的那个片段，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大家一起来欣赏吧。参加我们今天联欢会的著名老生一共有3位，下面呢，我们就欢迎张桂凤同志给大家演唱《李娃传》中的重阳祭祖。你这不孝的畜生哦！
哪个东华真自由，年轻人越上风华，夜观谁所能定，岂能多讲？无一是王强，无儿为他死纠结艰辛中，我也得当。想当初不由我是归是忙，那一生曾不害你老年昏满，还是你断片在思量不他，岂不知是道恩根，真能发芽。张老师，您慢走。我刚刚又收到冯正龙同志送来的条子，说业余戏曲爱好者吴亦芳的《九金姑娘》唱得不错，建议你们俩合唱一段《九金姑娘》。你看，准备。吴亦芳同志在哪儿？哎呦，你好，好来吧。我等到同志离婚非常高兴啊！我唱了不好，现在老师都知道。我就是没准备，没准备了。孙子，啥人家叫孙子？太阳出来山上高，里面走出我啥人呀老？门关大，哎，里面张师傅来动吧？哎，外面敲门的是啥人啊？哎，是我。侬叫啥个名字啊？我的名字有点恶字疙瘩个了。咦，你们有根神，我们有只灵，嘎子个都有名，侬哪个没名字的呢？我有个便便淘气的，我的名字啊，要用顺本顺的啦。要顺啊，嘎侬个讲出来让我顺顺可以啊？根本侬听懂啊？一斗半，两斗半，三斗五升，四斗半。我是连名连姓在说本，叫侬姑娘自家算。是这你的王啊？哎，侬哪个晓得个叫？我是毛顺顺的呀。哦哟，一定是九金姑娘懂在。里面个姑娘，侬叫啥个名字啊？我的名字还要顺的啦。跟侬讲来，我顺顺看。好，跟侬听好。一金官，两金官，24两3金啊官。我是连名连姓在城关，12天王侬自家呀算。哦，侬就是九金姑娘。哎，是呀是啊，是你的王，哎，侬到我里来做啥啦？哦，我叫侬个爷到我屋里向去磕铜去。哎呀，是你的王，侬来得真不巧了。哦，我阿爹到乡下去做炮箱生去在。哦，那么侬爷回来，侬同伊讲，侬叫讲12老爹王来过再叫伊到我侄哥屋里磕铜去啊。好的好的，是你的王。哎，那侬屋里是在啥地方啦？我屋里啊，跟侬听懂啊，出了一座胡氏门，山岸龙门过一阵，前面有点闹盈盈嘛，后面有些浪清啊清。再过一座来过门，门前2个过门人，一是烈要烈啦，黄泥灯石，7、8把条走到头顶，无数出在当头精神，天
气好像大烛滚热，你非要饭来吃呀，你非要面上困，就是我啥家个官人人啊！晓得在，晓得在。那晓得在，我晓得在呀。那讲来我听听看。上岸龙门就是叫上岸的石桥呀。这个。前面老营营搞的读书室房呀，对个。后面浪亲戚们搞的祠堂呀。来过我们就是一座圆圆的月洞门呀。对个。门前两个鬼门，你们就是那门口的两颗钟绿是啦。哎呀，我到我屋里来过吧？来是没来过啊，我是毛菜菜的呀。哟，个姑娘肚子倒是有些好大。对个，等张浦东来啊，革命亲事一定要谈以成功。徐天红同志是著名的越剧老生，今天他请我们大家欣赏的是二堂放子中刘彦昌的一段扫兴躲班啦。什么？扫兴躲班？哎，对，欢迎。儿啊，且地坐下，且听为母一言道来。那
哎，小军啊，节目已经放的差不多了，我来考考你看啊。哎呦，还有问题要考我的？对啊，今天我们看的是什么节目呢？哦，这个著名粤剧演员与戏迷联欢演唱会。对，没错。哦，这个名字很长。那是哪个年代的？上世纪80年代。别装了。谁主持的？小陈老师主持的，这个我记得。观众朋友们，在以后的节目里呢，我们会有更多的经典的片段奉献给大家。是的，如果说你想跟我们的节目组有一个交流互动的话，也可以写信给我们，或者是发送电子邮件到屏幕下方的地址。谢谢大家收看，下次。徐然同志，你看大家掌声那么热烈，再给大家唱一段吧。那么请孟丽英一起来唱一个《问子娟》好吗？好的，好的。那个徐兰同志邀请孟丽英同志一块来唱一段《问子娟》。生儿不是他。林妹妹，我背身平了，背身平了。解救身体四大痛，一根插尾巴终身苦。天吹狗与我身吹亏。难谁不？你是抚养发了张丽叶啊，夫妻们一股情侣谁都不。从今黑暗。
怎么想到王派还没嗲哦？哎，就是啊，就是王派的特色呢。其实越剧的流派啊，跟那个他扮演的那个角色其实是有相辅相成的。比如说那个王文娟扮演的就是林黛玉嘛，林黛玉比较委婉啊，比较温柔啊，也是比较含蓄的，所以她的唱腔就带有这种成分。上海话有点叫嗲妹妹，对，有那种感觉啊。然后除了这个刚才说到的王派、徐派，还有什么？还有越剧流派很多了，还有范派、傅派等等等等。范派是？对，接下来我就跟你听听范派吧。范派就是范瑞娟。范瑞娟其实她的唱腔也是小生，跟徐玉兰一样是小生，但是她的风格跟徐玉兰不一样，她就是咬字非常的坚实，然后表演上呢也朴实无华，有点憨厚老实的感觉。对的，比如说那个梁山伯祝英台里的18相送，就是祝英台一路上都在提醒他，其实怎么的，给他不停的示意，换领子，但是呢，一就是不接领子，不接领子，所以就说。所以祝英台叫她呆头鹅呆头鹅，她这个唱腔跟那个角色非常非常的配合。这次的这个联欢会上面，这个范老师他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不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啊？好像不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那到底是什么呢？看了就知道。流落乞讨，袅袅天鹅高哟，不要自怜悯，狡猾的也有些。
到这个地步。宁姐若为了把儿砸了，那马儿被当了，泪心被没了，将我怀财门只落得穷途潦倒。我的妻不知哪里去了，我若难人不得已了。因此上当上一个莲花落，莲个莲花落这个真的是每个流派都好听啊，我很难取舍哎。那小香老师，您个人来说比较喜欢哪一个流派啊？就像你说的一样，就是说流派各有特色，然后你就不能说，哎呦这个流派，怎么样，那个流派，就每个流派有自己的特色，然后符合自己所扮演的这种角色。所以说，你说徐玉兰，她一个宝玉哭灵，这是最著名的唱段，然后她徐玉兰就要说林妹妹我来死了这一句话，很多人哗哗眼泪就掉下来，更不要说那一段唱段唱完了，很多人就哭得稀里哗啦。有很多画面感就出现在你的眼前。对的。然后那个范瑞军他的《梁山伯与祝英台》里的那个梁山伯演了以后，经典的艺术家、经典的作品、经典的电视呈现，让我们一起共享经典。我是小陈。回眸经典，品味戏剧之美，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七彩戏剧频道，为你特别呈上的经典回眸节目，我是小军。哎，小军啊，我想问你哈，就是说，你喜欢越剧吗？喜欢这个好像还真谈不上哎。哦，这我问错了，其实不应该问喜欢，就是你知道越剧吧？这当然知道啊，知道。因为我外婆她特别喜欢这个越剧，她应该算是一个比较铁杆的越剧迷了。哦，我们那个年代越剧其实就像现代的流行歌曲一样，非常非常的盛行。哦，那也就是说，我外婆放到现在就是一个铁杆粉丝。哎，对，我也是铁杆粉丝啊，你也是。哎，对，那个时候，小时候吧，记得看完越剧回来，我会拿家里的床单披在身上，然后自己跟自己演戏说，娘子官人。哦，自己还要变身是吧？对。哎，这就是在模仿水袖。哎，对的。看来没想到越剧有这么大的魅力啊！是的，当年真的是很风行的。但是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好好的去品味过、去欣赏过，所以我目前还没有感受到那种魅力。今天我们就带你和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回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那个时候啊，我们上海电视台和沪西工人文化宫联合举办了一个著名越剧演员和戏迷联欢演唱会。哦，放到现在这就是一一个明星粉丝见面会啊！哎，对。哎，那个时候主持人该不会也是您吧？是我。那个时候那个年代我是主持人，很火啊！那就是说您当时是主持人和戏迷的双重身份在台上，也可以这么说吧，因为当时的场面真的是蛮热闹的。废话少说了，我先带你去看看，就是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老师的2个精彩片段。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神迹，这第一件诚心满意的事。家境总算是东园桃子地园里，竟在异乡彼此飞。是谁的去林妹妹，平日灯花并
该永不放。臣妾难在连理子，蒙古里丝袜取经，营地荒。不是我虚伪，我真的觉得好听。是好听，真的，他的那种非常高亢、奔放的那种嗓音，不是所有的流行歌手他能做到的。对，而且他有那种非常粗犷的一面，又有悲壮的情感在里面。对，非常有激情，就是这就是那个徐派的特色。那徐派，对的，那有很多流派。其实粤剧有很多流派，也有很多组合，就是那个徐玉兰跟王文娟，那个傅全香跟范瑞娟，然后还有那个戚雅轩跟毕春芳，还有著名粤剧演员那个尹桂芳跟那个袁雪芬。哎，那么多的名字当中啊，有一个名字我非常熟悉，王文娟。哦，为什么？因为我有一个姐姐就叫王文娟，因为我外婆是一个戏迷嘛，所以我有个表姐叫王文娟。我从小就知道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粤剧演员，她就叫王文娟。对，那你知道一个，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流派。虽然说我知道这个，但是我没听过。所以这次的联欢会上，王文娟为大家带到怎样的表演呢？在这个联欢会上，王文娟不仅自己演唱了一个唱段，而且还跟戏迷一起，演唱了一个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这个我也知道，你也会唱？我也会唱。哟，没想到那个时候就有明星、粉丝亲密互动了。对的，很有意思啊。收到很多观众的来信，要求王文娟同志给大家演唱《惠梅》当中的精彩片段。王文娟同志再给大家唱一段助戏。